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主堂教会向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问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同在与我们大家在一起。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主堂教会主日的信息，也盼望能够通过我们彼此在聆听圣经跟圣灵所带来的应许当中，我们能够重新来宣告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是信仰的喜乐跟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边重新来默想2000年前耶稣所说的几句话。今天我带给各位的经文的信息是在路加福音第7章。这一段的故事的背景是在耶稣基督行完了一个神迹，让一个寡妇她的孩子得到复活的医治。传统说，在路加福音第7章里面记载了一个寡妇，她住在一个城叫做拿因城，所以我们俗称这一个寡妇称为拿因城的寡妇。当耶稣基督使他的孩子重新复活以后，当下的许多跟随在身边的人，他们就大大的赞叹主耶稣是一个大能的先知。这一段故事之后，就紧接着一段施洗约翰与耶稣基督对话的故事。施洗约翰找耶稣基督一段时间出来宣讲天国的福音，再传悔改的信息。当施洗约翰听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大能跟许多的神迹奇事，就差遣他的门徒去问主耶稣基督说：“是你吗？你是将要临到救赎犹太人的弥赛亚吗？”故事就这么记载。当施洗约翰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的时候，有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这个话语。我盼望我今天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这2句话语，当我结束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这2句话语能够陪着各位弟兄姐妹直到我们一生的结束。我们经常在我们生命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2个门徒问主耶稣基督说：“是你吗？是你，我们素来所盼望的，是你吗？”犹太人是一个懂得盼望的民族，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了解犹太人何等迫切在等着那降临的救世主弥赛亚，能够能够救赎这一个苦难的民族，能够脱离为奴跟许多的压榨压迫的困苦。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第一句话，我要跟大家在今天的礼拜当中，用我们的心来聆听，来问主耶稣基督。这个故事当中当这2个门徒离开之后呢，那耶稣基督就转过头来对他身边的群众，他就问了他们一句话：你们跟随施洗约翰在旷野跟着他到处来寻找，你们究竟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想要得着什么？耶稣基督连续说了3次，你们究竟在看什么？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候好像是在看热闹。耶稣用3次，你们究竟想要看什么？其实这连续的3句也是在问我们。既然耶稣有3次来问候这些众人，就代表耶稣所给他们的问题，其实是耶稣想要唤醒他们在生命旅途当中，是不是已经找到珍贵的，是一生当中不能够缺少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让这个故事来带领我们做今天的属灵的默想。首先我要用施洗约翰的门徒问耶稣基督的这一句话：主啊，是你吗？各位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那么多年的信仰之旅过程当中，你曾否经历过圣灵的感动，在你的内心当中忽然有一股一种热潮，在我们的心中有一种热量，有一种热情，突然让我们觉知，让我们行动。当下我们曾经问过：主啊，是你吗？亲爱的圣灵，是你在呼召我吗？各位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经验跟旅途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辨明谁是我们真正的答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圣经当中说，你们必须学习辨别诸灵，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经常会有感动，但是所有的感动并不一定是能够容神益人。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牧者声音的羊的小羊，让我们能够真的听懂主耶稣基督，也能够听懂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主耶稣在与神同在的属灵的境界的时候，我们经常的临近、仰望，问圣灵，也问主耶稣基督说：“是你吗？慈爱的天父，是你吗？”各位弟兄姐妹，将这一句话放在你的心中，因为这一句话是主耶稣基督对一个信仰的团体，所有信仰跟随主耶稣基督或者跟随耶和华上主的人，主也是在问他们：当你们在寻求的时候，你真的懂得我的声音吗？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听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回答的声音。当这两个门徒带着一种寻求答案的态度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没有给他一个很正确的说：“是，我就是犹太人的王，我是为了真理做见证来到这个世界上。”如同在约翰福音耶稣受审判，约翰所聆听并记载在他福音书当中的，耶稣并没有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的对话当中给这两个或者给施洗约翰标准的答案，但是主耶稣唤起了他们一种深思熟虑的一种属灵的态度。我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经常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听的，我们就会在圣灵的帮助当中找到答案。主耶稣基督就跟这两个门徒说：“你回去告诉你们的老师约翰，你将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去告诉他。”首先，耶稣谈到了他所做的这几件事情，就是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人得到洁净，聋子听见，最重要的就是使人复活。这句话是回应在路加福音的前一段，拿因城的寡妇，她的孩子得到救赎，一个生命复活的这种人类少见的一个救恩。但是这一句话也告诉现代许多如行尸走肉、失去灵魂，虽然有健康的身体，却是一个茫然在生命当中到处打转，找不到生命的真光。有一种人，他活着跟死其实没有两样。主耶稣谈到这一句话，一方面是谈到真正的肉体的死而复活，但是另外一个，岂不是也像诗篇23篇说：“神为他的名跟义引导我走义路，使我的灵魂苏醒，所有的生命能够醒过来。”盼望我们带着渴慕聆听神话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当中，我们能够醒过来。通过今天的耶稣基督的呼唤，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会活在生命的真光当中。主耶稣又第二句话，他跟这个门徒说：“你去告诉约翰，因为我是一个传穷人福音的使者，穷人必听见福音。”其实路加很清楚的，路加所记载的两段，特别是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引用以赛亚书说：“神用油膏抹我。”主耶稣基督表明他自己的使命是让人得释放，让穷人有福音。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非常的耐人寻味。穷人有什么样的福音呢？穷人又能够有什么盼望的信息呢？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山上宝训的过程当中，他谈到了8福。他说：“心中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说，主耶稣基督是在谈到属灵饥渴的人，当他们倾倒，他们虚己，将自己生命的骄傲跟所有世上的一切虚荣能够倒空，能够成为完全的虚己的人，
主耶稣基督说：“这种人有福了。”所以这句话是非常的耐人寻味。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所讲的穷人的福音，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绝望的人必有盼望的信息。因为福音本身跟希望是息息相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能够为那一些人生当中觉得已经枯燥无味、找不到生命的盼望的人，愿主耶稣基督对你讲话。今天主耶稣基督说：“穷人必有福音，穷人必听见福音。”各位弟兄姐妹，愿耶稣基督他用生命的真光带领我们进到天国的乐园。第三，主耶稣基督唤起了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决志、坚强，终其一生的坚持，为了神来征战，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主耶稣说：“凡不因为我跌倒的人就有福了。”凡不因为我跌倒的意思，就是在跟随我走十字架的道路过程当中，没有受到拦阻的人，你们有福气了，因为天国的门将为我们而开。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听得懂主耶稣基督所宣讲的这一句话，他到底是讲什么意思？耶稣基督虽然是对施洗约翰的仆人来讲解、来宣告自己弥赛亚救恩的这一个记号，但是事实上，他也是在为许多寻道者来讲话。当这两个门徒离开耶稣的时候，耶稣转身对众人说：“耶稣也可能对你跟我，今天在参与这种圣经的信息、聆听圣经信息的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愿主耶稣基督问你，如同他曾经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主耶稣基督3次问彼得。主耶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也3次的问跟随约翰的那个群众。后来这一群群众又转过身来跟随耶稣基督。到底谁是真正的好牧者？到底谁是这一个群众值得这一群群众能够死心塌地，能够跟随他们找到耶和华的荣耀的一个先知呢？主耶稣问这一群人说：“你们跟随着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在旷野，你们想要看什么呢？看如草的风吹草动吗？你想要看到的是一个穿了一个昂贵的一个细麻布的衣服的一个贵族吗？你们看到的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吗？”主耶稣基督问这一群人说：“你们所寻找的究竟在找什么？”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将这2句话：“主啊，是你吗？”然后我们安静下来，来思考耶稣基督问我们说：我们亲近圣灵，我们追随耶稣基督，我们仰望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想要从神的手上得到什么样的救恩？愿今天的诗篇能够回应，成为我们祷告的喜乐。诗篇70篇，大卫祝福那一些寻求神的人。大卫这么说：“愿一切寻求你的人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我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常常的颂赞，能够从心里面打从心里面死心塌地的说：愿我的神被万民尊为大。”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懂得今天的金句，今天的2段的经文信息。最后最主要的目的是带我们来到主施恩宝座前，来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盼望。愿我们的上主我们的上主是一个使人有盼望的神。愿我们的神将诸般的喜乐跟平安能够充满在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当中。神充满我，神充满你，神充满你，神也充满我，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愿主圣灵的大能能够带给我们一生永不失落的盼望。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重新问我们自己：这么多年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么多年我们出入了教会，弟兄姐妹，你找到了吗？
你找到你生命当中不能或缺，你找到了生命当中最大的福分，你找到了吗？愿主耶稣基督再一次能够用他的话语跟他的复活的灵，能够唤醒我们，也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来祷告。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孩子，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想要得什么？我们已经听过一次，愿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默想，主耶稣为什么对这个门徒说：将你所看、所听、所见、所闻，回去告诉你的老师。其实各位弟兄姐妹，不是回去告诉我们身边的人，是回来告诉我们自己，在这么多年的信仰旅途当中，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是否真的看见了我们的天父的荣光吗？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重要吗？让我们能够从死而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保罗说：凡在耶稣基督里，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跟神说：神啊，今天我需要，因为我生命穷的只剩下钱。我们在台湾有一本书是一个医生，他写了一本书说，有些人穷的只剩下钱。我们在12个生命当中，我们在追求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跟耶稣基督说：我要虚己，我要领受，因为主耶稣你应许我，我必得着天国。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呼唤当中，我们知道当绝望的时候不要放弃，因为主耶稣说穷人有福音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绝望的人有盼望。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这种在绝望当中的盼望，在贫穷当中的拥有。主耶稣说：我来到世上是为了祝福跟带领人去领受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回想我们多年来所聆听的经文跟应许，我们深深的回顾圣灵所曾经对我们讲的感动，让我们能够问自己说：我真的找到了这个生命的奥秘吗？追求盼望是犹太人这一个民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4000年的文化的犹太人，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种记号，特别是一个圣经的一个信息，叫做弥赛亚，就是主的基督救世主将在某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临到这个犹太人的生命的历史当中，就如同过去的摩西，他来到了受难被捆绑为奴的犹太人，摩西就带领了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应许当中，在上帝的怜悯当中，摩西曾经带着犹太人渡过了红海，进入到迦南美地。所以犹太人深深的相信，当他们遇到了苦难，神必再一次差遣弥赛亚，就是从天而降的救主，能够救离这个苦难的被欺负的民族。所以这种对盼望，对弥赛亚的一个盼望，就世世代代流传在犹太人的祷告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是新的犹太人，新的以色列人。我们不需要跟犹太人的文化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们的信心跟他们的信仰能够同样的异曲同工，能够领受来自于天上这一个真神耶和华，他再一次在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世界的角落，他带给我们这种穷人的福音。如果我们足够懂得圣经，你就必懂得在圣经当中谈到的生命的盼望。福音就是生命的盼望，福音所带给世人的就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当你在听不到一个盼望的信息的时候，神突然差遣他的圣灵或者天使，就将一种盼望的信息在我们死难之地，神就带给我们死而复活的盼望。我很喜欢这一句话，记载在圣经当中说：新天新地，意在其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去寻找它到底是记载在圣经的什么地方呢？
神赐给我们末后的盼望是新天新地，不再有哭泣，不再掉眼泪不再有痛苦。神所赐给我们就是一个新天新地，而且神的国度跟神的义就在其中。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基督问了这一群群众说：你们在追求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参与这种圣经的阅读，跟参与这个敬拜的信息，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的功课。我在人生当中，我在寻求什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父母鼓励我们，我们有许多的梦想，我们通过了读书，通过了职业，通过了婚姻，通过了人生的许多的抉择。各位弟兄姐妹，你找到你人生当中，你觉得是你一生当中不虚此行，是你很清楚的知道神带你在寻找的答案吗？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一段的故事当中，我们反照我们自己，让今天的这个故事能够回到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角落。我们来深知自己，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找到了神所为我预备的。我们很喜欢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保罗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一句话是许多的基督徒把它奉为一个祷告的根据。主啊，我相信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必为我预备，是耶和华以勒，你是一个耶和华以勒的神，你必为爱你的人所预备。各位弟兄姐妹，你找到你一生当中神为你量身定做的这个应许吗？这群人在旷野当中找施洗约翰，反过了头来，这群人又看到耶稣医治了那因城寡妇的孩子，所以这群人又转过来找这群人。如果你是一个东奔西跑，从一间教会换过一间教会，换过一间教会，我要为你祷告，求上帝，你从今天开始，你不需要再去找，一直很辛苦的换教会。愿神赐给你一个能够真正的能够让你终其一生真正能够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声音，能够听到神真道的一个教会，在你的内心，不用那么辛苦的到处跑。如果我们足够安静，任何一个教会都能够成为帮助我们听得懂神话语的声音。这群人就是跑到施洗约翰的身边，又跑到耶稣的身边。耶稣给他们一个反省：你们追求这些先知，你们追求这些经学士，你们找到了吗？你们究竟想看什么？看风吹草动吗？看吹芦苇吗？各位弟兄姐妹，是看在这社会当有地位的人，他们穿着昂贵的名牌的衣服，他们天天宴乐，开着名车，住着豪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追求这些吗？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第3次问他说：你们究竟在找什么？这3句话其实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呼唤。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听得懂耶稣用一个很特别的话语，这个字眼看什么？这个看是一个专心的，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用生命的眼睛来寻求的。主耶稣说：是的，你们曾经跟随了施洗约翰，的确他是神所珍贵的仆人，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先知，他是在这一个末后的世代是一个大先知。但是主耶稣告诉他说，施洗约翰将来在上帝施恩宝座前，他也不算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各位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我们齐聚在神施恩宝座前，每一个能够死心塌地的专心的不以福音为耻，是以神为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这一群人，我们将齐聚在主的施恩宝座前。的确，生命的抉择跟信仰息息相关。我个人觉得，抉择是一种价值观的表现，但是抉择更是一种信仰的决定。我们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我们在寻求一个能够恒久长存的，是没有起头没有结束，是个习在今在永在的。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会因为我们信仰的抉择而有所改变。什么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抉择呢？在上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信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抉择呢？各位弟兄姐妹，你找到了吗？愿今天神特别通过圣灵，不是通过我的信息，而通过主耶稣基督问世界上所有的人说：你究竟在寻求什么？愿神亲自给你答案。许多的人他曾经在教会里面找到热情跟感动，但是是不是能够终其一生进到神的真道，一个真道的教会就不一定。因为保罗说，直到如今那个帕子还在人的身上，意思就是人的生命遇到的拦阻。这就是耶稣今天对这一群人所说的一句话，说当这些门徒来问耶稣的说：你是吗？主啊，主啊，是你吗？你是我素来所盼望的吗？主耶稣就回答他们：什么是你们素来所盼望的呢？你认为弥赛亚应该是什么呢？你认为救主应该是什么呢？主耶稣最后给他们3句话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凡不因我而跌倒的人有福了。意思就是，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感动，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感动，我并能够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种人，主耶稣说，这种人有福气了。各位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宣告，我们来祷告。主啊，求你的灵住到我的生命当中。因为保罗说，若不是有圣灵从天而来，若不是有圣灵从天而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明白神的奥秘。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保罗他所来分享耶稣基督这个呼召跟应许。我们用保罗的所讲的这一句话，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敞着脸来看到你自己的荣耀。这个帕子就是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通过教育，通过我们的家庭背景，有许许多多的观念是在家庭教育或者在学校教育里面所养成的，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所有的意识形态原本应该都是要帮助人类能够进到真理，能够享受幸福，对吗？所有的教育，所有的家庭的背景，其实都是盼望能够让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真理，也能够享受幸福。但是事实上，有许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真正的让我们得到帮助。让我们今天，我们求圣灵告诉我们，因为保罗说，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明白上帝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一切奥秘，包括人的事情，也包括神的事情。愿保罗的这一个邀请，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了解什么是我们今天真正的盼望。让我引用诗篇第9篇第18节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做祷告的根据。诗篇第9篇18节，他说：贫穷的人，他们必不永久被遗忘；困苦的人的指望必不是永远落空。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谈到了一个永不失落的盼望，永不失落的盼望。让我们在用大卫的一个祷告，成为我们的一个反省思考的一个经文。谁能够得到这个永不失落的盼望呢？各位弟兄姐妹，你找到了吗？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我们问神说：神啊，你所给我的盼望是什么样的一个盼望呢？神是在我们前面的上帝，他是给我们永不失落的盼望，你相信吗？所以正确的选择是来自于圣灵，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上能够真正的转眼，让我们从这个属世的所有的一个诱惑，能够转身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聆听，能够明白，
谁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得到一生的心欢喜、灵快乐呢？让我们知道，唯有敬畏上帝耶和华的，就必得着这种永恒的盼望。当我们用今天的这个经文，就是保罗在他自己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彼此的祝福说：愿使人有盼望的神，今天赐给我喜乐平安；愿赐给人永不失落的盼望的上帝，今天将平安喜乐放在我的内心，使我借着你的圣灵大大而有盼望。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跟大家一起通过这个经文在寻求跟祷告，愿神赐给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永不失落的盼望，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同心来祷告。赏赐盼望的神，当我们共同聚集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恳求你倾听我们不配的祷告。我们找不一定找着，我们听不一定明白，但是当我们带着一个谦卑跟渴望的心，求上帝你应许我们的呼求，就如同我们主耶稣说：寻求的人必寻找。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在今天这个末世的世代，当我们寻找的时候，恳求你很清楚的将你的答案，将你生命的亮光，跟那永不失落的、没有人能夺去的、没有人能隔绝的爱跟盼望，今天就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你所应许而活在盼望的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